后来乡亲啊，母亲节要到咯，但是来看这个表，台湾做妈妈的人是愈来愈少咯。儿童福利联盟的调查，20岁到44岁，有将近60%的女性无想要生，因为趁钱都趁无够开啊，根本无才调，搁饲囡仔。 老母抱囡仔，笑啊真欢喜。因为后界这款温暖的画面，可能因为生育率降低的愈来愈少。儿福联盟调查20岁到44岁结婚的妇女，发现这个原因占大部分。送托费用的负担，还有房贷的负担，想要给他一个伴，但是又觉得经济上压力很大。感觉2个人的薪水加起来要15万到20万左右1个月。 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无钱。依照儿福联盟统计数字显示，讲发现经济状况无允准的占37.3%，撇免自由甲生活受影响的占55.2%，整体环境难以互囡仔幸福生活的占50.2%。若是台湾的生育率维持1.1%无改变。 每一年出世的人数可能为2018年的18万到2029年剩15万3000多人。虽然政府有提出生育的奖励，但过少子化的问题是真复杂，而且是真歹解决。我们特别做了台韩的比较，台湾的女性在于追求自己的自由以及担心自己的经济状况受到影响的比率呢，是韩国的3倍之多哈。奔波在工作跟家庭育儿之间，其实蛮劳心劳力的。 有囡仔，毋那是家务事，更加是国家大事。少子化结果的问题是环环相扣，圆甜复杂，就有待政府想办法来解决。